各位朋友留意啦，又到咗大家最關心嘅話題，點樣合法地交少啲稅？大家記唔記得頭先畫面入邊嗰位女士，佢原本要將一沓銀紙交俾稅局，但係最後竟然可以將成1萬蚊放翻落自己個小包包度呢？你知唔知佢點做到嘅呢？其實秘密咧就喺強積金嘅扣稅優惠度啦。咁同大家拆解下，首先咧我哋每個月出糧扣起嗰份強積金強制性供款咧，本身已經可以直接扣稅啦。以每個月供款上限咧1500蚊計啦，一年落嚟咧最高已經有18000蚊嘅免稅額。但係咧想好似頭先位女士咁樣慳得更多咧，就要靠另外一招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TVC 啦。TVC 每年嘅扣稅上限高達6萬蚊。順帶一提，呢個額度咧係可以同合資格延期年金一齊共用嘅。點解位女士可以慳到1萬蚊？幫大家計條數，假設你嘅入息跌入最高17%嘅稅階，你將6萬蚊放落 TVC，6萬蚊乘17%，即係直接幫你慳咗10200蚊嘅稅。原本要交俾稅局嘅1萬蚊就係咁樣名正言順合法地放翻落自己嘅袋度啦。簡單嚟講，你淨係需要識得將一筆錢額外入落強積金 TVC 戶口，就可以合法慳稅，一邊幫自己儲多筆退休錢，一邊交少啲稅，真正嘅一舉兩得。無論你係打工仔定自僱人士，全部都適合，絕對係人人都用得着嘅理財慳稅大法。